咱国地头开始注册 BNT 儿童疫苗，真侪家长替囡仔预约排队。屏东今仔日开始咧，伫屏东火车头有设一个注射站，唔免预约，人是随来随住。想袂到有民众天还未光的时阵就来排队，甚至有人对台北专工路来带囡仔要来做。368，然后麻烦写一下。 屏东车头透早就出现遮尔侪家长带囡仔来排队，因为这个大型注射站提供囡仔的 BNT 疫苗，唔免预约，随到随住。不过要是有人惊做袂到，半暝就来排队。抢头香啊，不然排不到，不是很麻烦。大概几点来的？啊，几点？4点50分左右。昨天跑了好几间医院跟诊所都排不到，所以今天就一大早来排。 现场排队的至少200-300人，有家长规气叫囡仔甲课本查咧，哪排队哪线顶上课，大人囡仔拢真辛苦。另外，嘛有袂少对高雄来，甚至有人是对新北传2个囡仔来屏东注 BNT 疫苗。在新北，大部分我们电话都打过，就预约都额满，算出差吧。哦，就顺便全家带下来这样。建议说。 其实应该各县市可以效法屏东这样子的，就是随到随打比较方便。要不然预约有时候电话中忙线，其实诊所的人他也忙，然后要打电话打一轮可能又打不到。屏东车头是小连续3天开囡仔的 BNT 注射站，早起除了有一个囡仔注射了后，人无爽快送医，500个名额真紧就注了啊。施打量将是现场人潮及医院量能机动性调整。 未来也将依中央疫苗拨配情形，评估是否开设施打站。卫生局表示，屏东的学校对30开始卖安排 BNT 疫苗，家长唔免伤过着急。记者陈嘉文、廖伟哲，屏东报道。